呢個就係失主陳永昌，佢係一個古物收藏家，佢嘅收藏品都係扣有巨額保險幣，若果係證實失竊嘅話，佢就可以獲得100萬元嘅賠償。最近佢又物色到一啲新嘅收藏品，所以極之需要一筆現金嘅。呢個係陳萬勝，係陳永昌嘅哥哥，佢亦都係一個失去嘅錢幣，亦都好感興趣，曾經希望投得，不過錢幣仲係落入喺陳永昌嘅手裏邊。呢個係陳有德，係陳永昌嘅細佬，亦都係一個收藏家，亦都好喜歡考古旅行。就喺錢幣失竊嘅第2日，佢又出發去埃及旅行啦。呢個係張文，係陳永昌嘅朋友，對古錢幣極之狂熱嘅。前一日，陳永昌曾經欣賞新嘅收藏品。呢個係陳家嘅保險箱，係由專家精心設計。除非知道密碼，如果唔係，唔容易打開嘅。不過因為呢個係陳老太爺裝置嘅防盜設施，所以陳家幾兄弟都可以運用佢嘅。失竊之後，保險箱並冇被撬開嘅痕跡，係知道開啟嘅辦法。另一方面，保險箱裏邊雖然有其他嘅貴重物品，但係亦都只係單單失去咗呢個錢幣啫。綜合咗所有嘅資料，最可疑嘅就係以上4個人。冇辦法聯絡上，分別會見過其他嘅人，對錢幣嘅事，佢哋有以下嘅說話。因為嗰個錢幣係好罕有，所以我希望能夠盡快將佢揾翻嚟。佢係錢幣收藏家夢寐以求嘅嘢，係可以賣得一個相當高嘅價錢嘅。雖然我買唔到嗰個錢幣，但係我絕對唔會偷。一來我唔會偷我細佬嘅嘢，二來我哋係住埋一齊。咁就算我偷咗嗰個錢幣，亦都唔可以堂堂正正咁拎出嚟欣賞嘅。咁我偷嚟做乜嘢？只要付出合理嘅價錢，就可以將錢幣買翻嚟啦。陳永昌已經應承以50萬將佢轉讓俾我，我就快可以名正言順咁擁有佢，又何必去偷呢？頭先我講嘅偵探故事裏面，你哋估下邊個係賊？我認為陳有德係賊，因為佢偷。我哋仲未將說話講完，因為佢偷嘅錢幣，試圖被警方去追查。我就認為係陳萬勝偷噶啦，因為通常呢種嘅案件，嫌疑最少嘅就係作案者。雖然陳萬勝係冇作案嘅理由，但係我認為佢就係竊賊。照我推想，而嗰2個人。假如陳永昌冇作弊，偷咗佢噶啦，我睇唔會係張文啊，因為只有利用密碼，只可以不露痕跡咁樣。張文唔知道密碼噶，咁又點樣將保險箱打開呢？家寶，你嘅說話只係講咗一半，仲未將主要嘅部分講出嚟喎。陳老師，乜一個話有分主要同埋次要呢2個部分嘅咩？有噶。咁點樣劃分呢？不如等我哋將說話寫成句子，咁樣樣就更加容易分辨清楚啦。例如，因為嗰個錢幣係好罕有，所以我希望能夠盡快將佢揾翻嚟。句，佢係由2個分句組成嘅。第一個分句係乜嘢呢？
第二個分句呢？我希望能盡快把它尋回。呢兩個分句係用乜嘢關聯詞語連接起嚟嘅呢？要話俾我哋聽咩呢？嗰個人好希望能喺呢一個複句裏面，那個錢幣很罕有嘅作用係解我希望能盡快把它尋回，以表達一個較完整嘅意思。所以我哋話佢係一個較次要嘅部分。你哋都明白啦嘛？好似明白少。等我哋睇到一個例子啊！頭先你估陳友德係賊，理由係因為他偷了錢幣。呢一個複句亦都講明咗原因同埋結果。你哋可以揾出句子中較次要嘅部分嗎？我知道係他偷了錢幣，因為呢個部分嘅作用，即點解佢要逃避警方嘅追查？陳老師啊，除咗呢啲係講明外，仲有冇其他係分有主要同埋次要兩個部分嘅句子呢？有㗎，你哋睇下呢一句。雖然我買唔到嗰個錢幣，但係我絕對唔會偷嘅。呢兩個分句嘅意思並唔係順接住講落去，而係轉折嘅。不過前一個分句就能夠幫助加強後一句嘅語氣。你哋能唔能夠話俾我聽，呢一句係用咗乜嘢嘅關聯詞語呢？係雖然同埋但。啱啦，呢一個句子係以雖然我買不到那個錢幣嚟強調句中嘅主要部分，我絕不會把它偷去。所以錢幣意思裏面係有例如頭先志安講過，雖然陳萬勝係冇做案嘅理由，但係我認為佢就係竊賊。呢一句用咗雖然同埋但呢一組關聯詞語，將兩個意思唔相接嘅分句連接起嚟。句子嘅主要部分係我認為他就是竊賊，而陳萬勝沒有做，就係屬於較次要嘅部分，因為呢個只不過係用嚟強調句子嘅第二個部分嘅啫。陳老師啊，喺故事中張文講，只要付出合理的價錢就可以把錢幣買回來，呢個亦都係一個複句嚟呢。冇錯，呢一個句子先提出咗一種條件，喺呢一句裏面，條件就係付出合理的價錢，符合咗呢一個條件就可以達到後面所提到嘅結果，即係可以把錢幣買回來。呢一個結果亦都係句子中嘅重心所在。所以我哋話佢係較主要嘅部分。頭先志安亦都講咗咁樣嘅一句說話，不如你哋試下分析呢一句說話。只有利用密碼，只可以不露痕跡咁樣將保險箱打開。呢一句係一個複句，同上面一句一模一樣，亦都係先提出一種條件，然後講到結果。句中嘅條件係利用密碼。打開保險箱嘅人一定先要有呢一方面嘅知識同埋能力，先至做到可以不露痕跡地把保險箱打開嘅結果。句中係用咗只有同埋才呢一組嘅關聯詞語，分析得非常清楚。原來我哋講緊嘅時候，亦都有好多呢一類嘅例子嘅。係啊，你仲記唔記得嘉良頭先講過，假如陳永昌冇作弊，咁樣一定就係張文將嘅錢幣偷咗去啦。記得，嘉良估張文係賊啊嘛。唔係啊，我冇肯定張文係賊啊。如果陳永昌作弊，咁張文咪唔係賊咯。冇錯，嘉良喺句子嗰度只係提出咗一個假設。如果假設係正確嘅，
張文先至係偷錢幣嘅人。家寶喺頭先亦都提出咗一個假設，可惜佢未有將句子嘅主要部分講出嚟，所以我哋就唔清楚佢嘅意思。我係啊，頭先我想咁講嘅。如果陳永昌去賊，佢一定想呃保險公司嘅賠償。啱啦，等我哋睇下呢兩個句子啊。假如陳永昌沒有作弊，那麼定是張文把錢幣偷去了。如果陳永昌是賊，他就一定想騙取保險公司的賠償了。陳老師啊，係咪除咗假如同埋那麼呢一組關聯詞語以外，如果同埋就呢一組關聯詞語，亦都係用嚟提出假設嘅呢？講得啱，我哋提及嘅幾種複句都係有超過一組以上嘅關聯詞語㗎。頭先提出嘅只係屬於舉例嚟嘅啫，大家係應用嘅意思而用適當嘅詞語。陳老師，我估嗰個賊係張文，啱唔啱啊？等我哋一齊睇下。我根據佢哋嘅說話，好快就發現咗邊一個係竊賊，跟住就喺疑犯嘅屋企裏邊揾到失物，證據唔容許佢否認呢？你究竟？事到如今，我只有照直講咯。其實設計嗰保險箱嘅專家就係我爸爸。佢設計呢個保險箱雖然好精密，但我從佢留低落嚟嘅資料，知道開呢個保險箱嘅辦法。但我從來都冇利用呢個辦法去偷過嘢㗎。咁你又點解要偷呢個錢幣呢？我呢次犯罪係因為陳永昌我，而我又太過喜愛呢個錢幣。你哋點知道係我偷呢個錢幣嘅呢？咁就要怪自己對呢個錢幣了解得唔深啊？點知道陳永昌為呢個錢幣投保咗100萬咩？佢冇同我講過喎。咁就係啦。假如你知道佢將呢個錢幣投保咗100萬呢，你就絕對唔會話佢願意以50萬元嘅代價轉讓俾你。50萬元，哼，呢個數目啊，距離佢心目中嘅賣價太遠啦。